艺人赖千羽长相甜美，2015年在综艺节目发迹而出道，近期更推出歌唱作品，转战歌唱界，拥有10万粉丝的她，也让人好奇她的感情。但赖千羽近日在节目中透露，自己曾遇过恐怖情人，不仅被监禁，甚至被打到半边脸毁容。回忆起伤心往事，也让她按耐不住情绪，数度哽咽。赖千羽近日在节目中分享，20岁时曾遇过恐怖情人，有次她在男友家不小心打翻奶茶，对方却抓狂将家中杯子全摔破，还将家具砸坏，让她相当害怕，并赶快跟对方提分手。没想到分手后回家时，竟发现对方在家中等她，还淡淡的说：“你回来啦。”赖千羽想赶她出门，男友竟情绪失控，开始拿刀乱砍，她才赶紧安抚对方，改口说已经复合。赖千羽在隔天赶紧将锁换掉，不料1个月后，男子却又偷打钥匙进屋，让她心生恐惧，想要慢慢跟对方疏远。不过前男友的夸张行径还不止一桩，当他得知有人向赖千羽示好，竟气得将她的头拿去撞墙，导致她鼻子歪掉，满脸血迹，眼球出血，接着更将她闷在棉被里，差点窒息，直到赖千羽威胁，对方才松手，并道歉求情。前男友犯下暴力行径后，竟开始以要把你照顾好为由，将她囚禁在家长达2个礼拜。幸好有朋友发现，赶紧通知赖千羽家人，她的姑姑、阿嬷、哥哥也赶到现场，让她哽咽表示，那时候一开门我看到我姑姑，我就抱她一直哭，我本来真的以为我那时候要走了。男友回来后发现赖千羽的家人还下跪求情，拜托不要告诉我妈妈，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告知男友妈妈，没想到对方竟回应，你不要再骚扰我儿子，我儿子没有欠你，你不要想跟我们家骗钱，让赖千羽身心受到2度伤害。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